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停通的时间了哦。恁今日运动了吗？请放起来，屯先生来停通哦。可是屯先生用快乐的心情，屯先生通下来做运动。左右摇摆，你脚打开来。整身体哦，暖起来。你手哦可以自然摆动哦。打开来，发风来。打开来。加坡树。前面点。佢加上呢，腳電腦杯轉出去，唔是按車用鬆的身體自然搖擺就可以了。好，試看陣先，點搖擺。站前面，摇摆，前面，開始穿了哦。等下會開始流汗哦，同時先上通下，加油哦！好啦，開始學動作，踢的動作，橋都擺位嘛，記得橋都擺。旁邊，過來，跟旁邊，兩個耳朵擺，記得你鎖準哦。看我多摆，到旁边脚，要有顿点哦。好，加个蹦蹦，搞弯脚哦，轻松哦。長褲，好歪嗎？踢的動作我都擺，不簡單嗬。再來喲。聽嘅動作喲，踢腳，踢，好，再一次哦，踢腳，鼓來，1、2、3，踢。นั่งกายเลยแท่ทั้ง打出去你的手打出去一扎一节一节转过来好跳安啦慢慢嚟下去下都唔可以下甚至可以嗎往前來跳那不用數好，不用數，慢慢咧，下都唔可以下喲，差唔多都有咧。你毛毛從地土裡轉出來用誒，好嘅數，可以嗎？
出去，数，转出来，打出去，好，可以哈。好嘞，念通哈，动作，一、二、三，一、二，加个开始，可以哈。弯片，踢，可以吗？跳都摆开始哦。准备，我都摆，踢脚，啊，两通哈，慢慢的停，停到休息一下，再停上来，如何一下？我都摆开始哦，准备开始了，踢脚。多摆，踢腳，看哈，再來哦，啲前面行嘅哦，頓點，西鋪，好，前面行了頓點哦。準備開始了，頓點，等下啲後背哦，前面開始，啊啲後背踢，慢慢的移動。看出來嗎？踢，豎鼓嚟，踢啲後背，豎鼓嚟，踢，豎鼓嚟，再看一次哦，踢，踢，豎鼓嚟，慢慢的啲後背移動，好，前面都後背哦。夾上去哦，再擺，啊，可以嗎？跳起，跳起。来做一个延展的动作哦。伸出去，弯片。做一个舒，表面应该舒展一点。整个肌肉线条练那个好。弯片，啊，过来，左右摇摆，头对动作有好好嘞吗？等下从头开始哦。你们各起条变速，左右摇摆。我都摆开始了。踢腳，毛毛蟲，再擺我都擺，彎片踢腳，再擺我都擺，踢腳，我都擺，加上
嘿，可以吗？还有一个动作记得吗？前面，后背，前面，后背，起起，跳起。下解了扭腰，加油！你的腰部线条再更好一些咯。深呼吸。弓箭步，过来，深呼吸。低压胸，往前，臀的肌肉可以去做到伸展臀休息咯。嘿嘿。今日嘅動作，你學會嗎？學會哈，接下來同先生來學新嘅動作哦。夾夾放起來，同先生同下同嘅哦。同先生同下做。放鬆嘅身體，做一點暖身哦。加鬆嘅筋條。是可能先看在眼前呢，你要心跳，弯片前，旁腰旁，捞眼前。蹼铺，腰背，向腰背，向前面。慢慢地停上來哦。慢慢地
腳踏好來，訓練個腳。底下腳動作的角度，雖然呢，從你的腳踝軟起來，彎片。左右，彎片來，來開始學動作嘅哦。腳點同兩下，兩兩下，加上我們腳兩點，加上數，把眼看呢。準備從頭腳點，上上下下，加彎步，上上下下加彎，可以嗎？自從內心來。彎片開始，可以嗎？上上下下，快快哈哈，腳點重條，夾嘅。最拜一，你點點點，
巴铺哦，弯片来。踏并步，身体重心可以压低。手唔嘅數切菜，搞茶，切菜量呢，3、4。转人看 pose 啊，再转一个人看呢，摆 pose 咯。啊，练习转人看呢哦，转一个人看，看个摆个 pose。好，我第右片转嘛可以，第左片转嘛可以哈，唔顺都可以哦哈。再摆哦，转一个人看呢 pose 咯。再摆嘞，1、2、3 pose， 准备开始。嘎巴铺，切菜。好不好嘛？继续跳起哦，继续跳起哦，左右摇摆，来做伸展，同你数2红来。好了，弯片，做heel girl，慢慢的弯片，然后低压腿，跟跳下去，弯片，好，圆背放回来。起起，跳起，订阅通知，好不好吗？明日要记得同线上来听通哦。听通，俺能下次，能来了。